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瑞豐一個238尺開放式嘅單位。瑞豐位於東京街29號，喺2021年入伙，底高大概9尺半。好，咁呢個 studio 嘅單位呢，大概呢係13尺乘200尺嘅。4尺半嘅壁床，有窗，窗外景觀，開放式廚房嘅設計。咁一入門口呢，就大概有一個5尺嘅櫃，可以擺衫，亦都可以儲物嘅。咁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